大家好，又到精選美食時間。今日同大家去咖啡店，呢一間咖啡店位於屯門市廣場永旺地下嗰層，佢有啲似星奶咖啡店。睇下佢嘅餐牌，佢有好多選擇，有套餐、意粉、三文治、配飲品，亦都有甜品選擇。係等緊嘢食嘅時間，我哋睇下佢嘅環境，座位之間嘅距離都好足夠。另外佢仲有冷熱水自助區，好細心。食物到，我哋今日叫咗兩個甜品套餐，一個係凍嘅 Sophia 咖啡同埋抹茶芝士蛋糕。咖啡會配一包花生，包花生都脆嘅，抹茶芝士蛋糕嘅抹茶味都好濃，可惜佢雪得太耐，咬落去有少少冰塊，令到個芝士蛋糕好失色。Sophia 咖啡都夠香。另一個套餐到，呢個係迷你冰與火同一杯特濃黑咖啡。同樣特濃黑咖啡配有花生，杯黑咖啡更加香，可能因為係熱飲。呢個冰與火其實係一個酥皮，係熱嘅，上面有雪糕，咁形成咗冰同埋火。呢個甜品比較抹茶蛋糕出色，因為個酥皮都脆，加埋好香濃嘅牛奶雪糕，再淋埋楓糖，一定冇得輸。大家嚟到屯門市廣場，又不妨喺度坐低飲杯咖啡，食下小食。